倫敦藝術家 Maripa 第一次喺香港嘅個人作品展，我梗係要去參觀啦。見到我後邊呢個金球代表咩呢？就係一個地球，我哋仲齊心合力去修補呢個地球。現場嘅觀眾仲好齊心咁發正念，希望大家都會愛我哋嘅地球。今次呢個金色之旅非常之真實，我一入到場，直情係感受到呢一個藝術家 Maripa 佢豐富嘅旅行經歷，佢所用嘅金屬色調令到人有一種好溫暖嘅感覺，同埋我哋係 feel 到佢好似想透過佢嘅作品同大家去講一啲信息。我自己有一個習慣就係，如果我去睇一啲藝術品呢，我只會輕度咁樣去了解呢個藝術家或者佢嘅作品，我未必會好深入咁研究，因為我唔想俾呢啲咁嘅框架去框住咗我睇嘢嘅感覺咯。咁所以當我去欣賞 Maripa 嘅呢啲作品嘅時候，我係 feel 到佢用嘅金屬色令到我好溫暖啊，好熱啊，同埋佢對生命嘅熱情啦，有啲激動啦，但係好明顯地係佢好想表達一啲好簡單嘅信息，咁就係愛地球啦。同埋其實藝術作品就係一個通用嘅語言嚟㗎，所以我今次係幾激動啦，因為我好似 feel 到呢個藝術家佢透過佢嘅創造力，令到我哋觀眾去睇佢嘅作品嘅時候，係真係 feel 到嗰個力量咯。咁啊，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個團隊佢哋個使命感好強，佢好想透過呢啲藝術品去講一啲好大愛啊，或者發一啲正念啊，希望大家可以團結，呢一啲力量都幾強。咁所以我今次嘅體驗就同平時去一般嘅畫廊去欣賞藝術作品有啲唔同咯。咁希望大家如果愛地球，亦都係中意藝術創作藝術品嘅，趁住呢個機會好好地去欣賞呢啲咁好嘅作品。